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3月1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民生消息。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讲这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36%，其中食外口费用是起上济，是这13年来上严重的。特别是早顿甲火锅拢起超过6%，若上欠费鸡卵就起要30%。甲算起来，平均一个家庭一个月都要加开2000块。伫小滚滚的铁棒顶抹年油，搁倒牛奶2个面糊，无一时仔时间，香港港的造型鸡卵糕倒出来。只是鸡卵面粉，这个看来真简单的材料介绍一直起，就连包装纸嘛变较贵啊！业者敢会当无奈懵懂。面粉、鸡蛋、糖啊，像这个纸袋什么都有涨啦。大 A 它一包调涨了将近100块，现在才500多块，现在一箱1100多哦。之前嘞？之前的800、900啊。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敢若比顶个月加0.01%，但过比去年同期起2.36%。甲民众落地上有关系的民生物资起上济，就是鸡卵，将近30%。过来亲像沙拉油、米粉甲猪肉，起价幅度嘛真悬。虽然说那个弹量会慢慢回来，但是那个价钱大概很难。那个俄乌战争又爆发了以后呢，船运呢又涨了60%，养鸡它的成本60%以上都是在饲料。若伫外口食钱，年增率也达到4.8%，创下13年来新高。其中起价幅度上大就是中式早餐起9.25%，再就是火锅类起6.43%，西式早餐同款超过6%。若做以每一户每个月平均消费8万，估计一个月要加开超过2000块。薪水不涨，东西一直涨。就是那趋势的问题，要吃的话也贵，没办法。另外，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也让真侪项进口水产品面临欠缺的危机，和三文鱼嘛欠货，尾仔雪鱼也可能因为供货不稳定，价格也会受到影响。量少啊，就是价格都涨了大概有40%了，因为它运费比较长啊，那个距离比较长，那油钱比较贵啊。面对进口鱼供货不稳定，农委会也鼓励国人加消费高品质的国产鱼，价格相对合理，也卖当省钱。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物价贵桑桑，不过因为失业率下降、出口值正成长等的因素，行政院宣布讲，要甲民众来分享经济成果，决定今年3月到12月要加发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750块加500块。全国大约有62万人会受到帮助。主计总处公布1月失业率是3.61%，连续7个月下降，加上2月出口值连续20个月正成长，创下历来同期新高，年增率是35%。行政院7月宣布分享经济成果，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大家人每个月加发750块加500块。我刚刚核定了111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加发生活补助的实施计划，从3月到12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分别每人每月加发750块、500块。卫福部去年就捌加发弱势家庭和身心障碍者3个月，大人每个月1500块，总共是4500块的生活补助。行政院7月决定加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不过只限定今年的3月到12月。全国大约有62万人受帮赞，有立场是认为对弱势家庭确实有帮助，不过也是有真侪无法度申请到相关资格的民众嘛需要关爱。像有一些他们有父母或是有前夫，那他们可能父母的财产非常多，但是跟他没有往来，申请中低收入户，他这个资格都会算进去，所以这些边缘户就没有申请到钱。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政府应该要多多重视一下。卫福部表示，和去年以纾困的名义提供生活补助无同款，今年是因为经济成果表现好，这个按算会增加39亿的预算。若明年敢是会继续发，就要看整体的经济情况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斗阵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
国内出名的戏剧制作公司杜曼尼昨伫苗栗新生国拍戏，有一个工作人员无细日跋倒，另外一个摄影师想要甲救，却颠倒好友了，两人跋落20公尺深的坑，送病院共款拢救无回来。接落来是中国时报，为着鼓励危险旧建筑登记，行政院核定一条都市危险甲旧建筑加速登记的条例，要延长减税优惠的申请。为今年5月12日开始，延长5档，一直到2027年5月11日。接落来是联合报，针对国内当时要全面放零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昨表示，可能1个月后才会公布。那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要观察4大指标，包括国外疫情、缩短检疫期了后的状况，还有时代疫苗注射率。国内昨增加7个本土病例，台南有4例，拢甲高雄某一间经庙的旅游团群聚案相关。另外3例伫湘北算是家庭小会，不过目前还找无感染源。另外，进前台南有某一间病院确诊的药师人员，伊的基因定序结果确定甲国经庙旅游团案是同一条传播链。环保人员到确诊者去过所在详细消毒，因为台南在伊新增加4例新冠本土病例，其中2例是咸水区进前确诊个案的厝边，经过社区扩大采检了后确诊。另外2例是甲台南为着药师去过相关的所在，拢捌参加登山环保节的活动，接着卫生局通知检验了后，才知影确诊。他们跟确诊者有同样的去参加玉米迷宫节，那这样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基因进去找得更清楚一点。另外，新增加1个感染源不明的家庭互相相会，指标个案是新北市40多岁男性，案例21260，因为有症状，家己检查是阳性，就医了后确诊。经过扩大采检了后发现，个案住伫台北市无远5岁后生加囡仔老母，案例21296、21295，2个人也拢确诊。感染源也调查，总计国内已经有3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另外，上新的定序结果也公布台南某一间病院2名药师人员确诊，甲自助餐经庙旅游团的定序是同款，是同一个传播链。自助餐厅的这个相关的2位这个家人，以及就是有搭乘这个旅行团游览车的2091、2913这些序列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目前来讲，他们的定序结果也显示说是同一起这个传播链。为了因应医疗机构能力无够问题，指挥中心宣布，医疗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接触确诊的病人，利用包列真侪地处隔离的对象时，已经住院第3档对加剂疫苗满14天，而且无症状的，只要一摆PCR阴性就使转来工作。若是无完成第3档疫苗满14天的，若无症状就使伫个地处隔离第7天做 PCR 的采检，若是阴性就使转来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已经第17天啊！罗西亚驻联合国的大使伫联合国安理会顶悬是指控讲，美国国防部甲乌克兰合作来研发生化武器。那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应讲，罗西亚家己用化学武器是用搁较忝，根本是咧找借口要对付乌克兰。那美国总统拜登阁宣布要甲7大工业国等等的盟友做伙撤销罗西亚的贸易优惠待遇。俄乌战争第17天，俄罗斯的攻击拢无停。俄国驻联合国代表讲，乌克兰秘密发展生物武器，要求开联合国安理会，并且指控美国国防部甲乌克兰合作。Мы созвали сегодняшне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оскольку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вскрылись поистине шокирующие факты экстренной зачистк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ледов военн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еализуемой Киевом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Минобороны США. We have serious concerns that Russia may be planning to us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The intent behind these lies seem clear, and it is deeply troubling.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俄罗斯，若是伫咧乌克兰用化学武器，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保证袂伫咧乌克兰甲俄罗斯战斗，以免发生第3遍世界大战。也宣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Later today, together with other NATO allies in the G7,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s well as the European Union, we're going to jointly announce several new steps to squeeze Putin
and hold him even more accountable for hi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nd I want to speak to a few of those points today. First, each of our nations is going to take steps to deny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to Russia. 拜登讲，最惠国代表两个国家同意伫咧上好的条件之下贸易，亲像是关系世界差不多拢无贸易限制，准进口的上大可能性。这会互俄罗斯国家派甲美国一个其他国家做生意，互已经受到制裁俄罗斯经济会阁受到再一次的打击。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欧盟27个领袖伫法国办2天非正式的峰会。这摆上重要的是要讨论要安怎应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佮有减少使用罗西亚的石化燃料、强化防卫能力等等的问题。另外，嘛针对2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启动临时保护机制。欧盟27国领袖79伫巴黎西边郊区太阳王路24的宫殿凡尔赛宫开始2天的非正式峰会，如何应应乌克兰战事变局，加降低靠俄罗斯石化燃料，是这摆会议上主要焦点。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朝最后提出的一名申请，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加入欧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简单路通行，反对为乌克兰开先例。Well, first of all, it was the Netherlands who w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coming out with military support.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pleading for a strong sanctions package. So let there be no doubt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Netherlands and Ukraine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Bu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ast tracking of accession. It doesn't exist. 不过一份草拟的峰会宣言显示，欧盟表示乌克兰是欧洲家庭的一份子，坚定支持乌克兰。能源危机方面，欧盟考虑暂时限制电价起价，计划伫今年内要减少2/3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2035年以前完全停止为俄罗斯输入天然气的需求。At this summit, we will rethink European defence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We will rethink energy. We have to get rid of the dependency of Russian fossil fuels, and for that we need massiv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s. This is also a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our security and our independence. It creates jobs at home, and it is homegrown. We're independent. 法国总统马克宏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家领袖，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以协调者的角色甲俄国总统普京沟通。伫记者问到是毋是有看到停战的现象，马克宏表示，为现实角度来看，外交调停的机会真多。À court terme, l'honnêteté me conduit à vous dire que je ne vois pas une solution diplomatique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ou les tout prochains jours. Mais nous allons reparler avec le président Poutine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et essayer de voir si les choses bougent de part et d'autre. Et donc nous allons continuer à rester engagés avec beaucoup de force, je l'espère.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自次大战以来，欧洲规模上大战火所引起的难民问题，欧盟表示会对乌克兰难民启动临时保护机制，为因提供安全的身份，甲伫欧盟读册、工作甲医疗机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罗西亚拍乌克兰嘛影响到台海局势，美国印太司令就警告讲，台湾可能会去互中国入侵，就要达到备战的水准。美国国防部呼吁台湾要强化无对等的作战能力。国内就有专家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至少要有4800亿才有够。俄战争和国际社会关心台海的局势，尤其伫咧美国国会引起讨论。美军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提出警告，讲台湾要做好作战的准备。中国的真侪动作，互人真担心会以乌克兰做模样。美国国防部希望台湾强化无对称战力，才会当伫咧主权和中国侵犯的时阵赶紧动作。What we believe is that Taiwan needs to focus, and let me define asymmetric. It needs to be cost-effective, mobile, resilient, and decentralized defensive systems. 美国国防部官员提醒台湾，注重无对称战力是比买传统武器更加重要。对乌克兰的经验会当得到这个结论。专家认为，台湾合理的国防预算至少要有4800亿，差不多是 GDP 的2.2%，才有法度真正达到无对称战力。1/3人员维持，1/3作业维持。
1/3装备投资，所以这样子算起来，我们大概4800亿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额度。台湾对美国军购有18项，里面有16项都是所谓的不对称兵力，也就是精准弹药。苏志云认为，中国伫这几年国防预算大幅度增加，台湾也需要提升到合理的数字，才有利建军。面对美国提出中国威胁的警告，国防部长柯国正认为，国军会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6，台中兴中街有大楼着火，市政府昨稽查3间已经收起来的旅馆，发现有大楼无办理使用变更，家己装潢做套房税人，违反建筑法，罚18万。副市长陈子敬表示，目前台中市拢总有38间已经收起来旅馆，拢会一间一间来稽查。稽查人员入去这间旧大楼稽查，虽然已经休业的旅馆，不过也是有些分站现象，监视器嘛拢也正常运作，每一站拢重新装潢，内底嘛有人住。台中市政府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那个歇业旅馆做那个公安全联合稽查。稽查人员入去房间内稽查，确认有阻人的事实。这个伫台中5权路休业的旅馆，根据市政府管理局的资料，2020年7月休业，不过重新装潢，当作出租套房使用。虽然消防甲公共空间的通道符合规定，不过无法度办理使用变更，属违法营业。他如果歇业的话，就是停止使用了嘛。那如果说他要再作为他土使用的话，那就依规要向我们都发局来申请用途变更，变更成他要使用的用途，才可以去做使用。台中市兴中街大火烧出老旧旅馆休业了后使用的问题，市政府会同相关单位10月选定3位，分别伫北区、中区甲西区的休业旅馆稽查，其中2间是因为违规使用，随便室内装潢清洁，无办理公安申报，分别罚所有权人18万。消防逃生的相关的这些设备啊，如果是不符合规定，那么就依规定来做处罚，要求他们改善。确认有违规的代志了后，稽查人员打公告提醒民众，这栋建筑不合格。市政府表示，亲像这种休业旅馆，全市拢总有38位，会一个一个去清查。若做要做旅馆以外的使用，必须都要依法办理使用变更，安尼无会以违反建筑法的重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振兴基顶的员工，即阵到4月初5，只要坐船去基顶，高雄市政府就会发100块的基顶券给民众。昨头一天人着吵，店家也拢真期待，也因为疫情了后，大众运输工具业绩拢真歹。市政府接落来也继续推动各种活动，鼓励民众出门行大。高山渡轮站头前摆甲长乐路，旅客坐船就领50块基顶券2张，为振兴受疫情重创基顶员工，高雄市政府10月发基顶券，不少人透早就来排列。看这么多人总算来基顶，也互店家是笑嗨嗨。有好一点点啦，希望能够带动我们这边的商圈的商机啊。白天有空就到旗津来晃晃，消费一下这样。虽然靠船票基顶券实际补贴40到60块左右，不过游客也是真多。基顶券平常时限量5000分，假日是1万分。打翻也咧烦恼，下晡来而且留较久的人会领无基顶券。他发的时间太早了，他10点就发了，早上来的都是那些旅游团的。基顶券带来真条，不只互游客甲店家受惠，船公司也希望能带动渡轮运量。平日大概一天有1万人，那假日大概在15000人左右。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振兴，来带动整个旗津的观光。事实上，高雄的大众运输量这2年受疫情影响减真济，敢若是去年的公车运量都比疫情之前落3-4成。109年大概是还有4000多的运量一整年，那到那个110年。直接下降到2000多万。
这份共款情形无好，高这甲轻体108年总份量，原来是6800万人次以上。对全球疫情慢慢落落去，去年佫因为本土疫情落到4000万左右，比疫情进前少4成。啊，不过最近疫情开始转好，交通局甲高捷公司拢准备推出优惠介绍甲各项活动。交通局佫要改善幕后原料，提升品质，希望用挽回大众信心，轻乘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民间健康检查中心2018到2020年的资料统计，讲19岁到64岁民众有高血压问题比率，新竹地区是上悬的，尤其是伫科学园区上班的人，更加是高血压的危险族群。根据财政部综合所得税申报数字显示，新竹市民申报的财产132.3万是全国第一。不过收入愈悬，工作压力嘛愈大。伫咧2018到2010年7万外的做过民间健检的人数内面，有高血压的占11.3%，高血压风险的人数有28.9%。像我先生就是长期坐办公室的，对，所以他们也是有肥胖情形，但他自己本身他也没有去很特别去注重血压这一块了。新竹是科技业的重镇，那大家科技业都非常的忙碌哦，尤其这个电子业的这些，那在他们忙碌的生活工作中，那当然往往呢会忽略自己的健康，或者是因为生活的紧张压力。忙碌而造成血压的增高而不自知，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脖子紧，脖子会觉得尤其是后颈的这个比较紧，还有头晕，这些都是高血压的一些症状。医生讲，一般血压若是伫咧120到140之间，就算是高血压的症状，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营养师讲，除了爱注意食的物件以外，运动嘛真重要。蔬菜水果里面有富含镁跟钾，那它其实对于血管的一个弹性来说，其实是有帮助的。其实久坐啊，其实真的就是寿命会比较，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1个小时就可以起来走个5分钟。伫即马高血压的患者有愈来愈少年的现象，定期做身体健康检查，除了会让知影家己的健康状况，卖让家己中风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311大地震满11天，福岛县府昨举办追思仪式。不过发生事故了后，不但福岛核一厂废除的进度真慢，真正阁发生核废水渗透入去涂骹底的情形，也互核废水危机又阁逼出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行礼上台准备致辞。日本福岛311地震满11年，因为日本中央政府过去讲追悼仪式即间来办到满10年，所以今年官方的追悼仪式由福岛县举办。伫我代志发生的下昼2点40分开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场致辞时阵讲，会继续支援重建的工作。原子力災害からの復興に向けては中長期的な対応が必要です。引き続き国が前面に立って帰還に向けた生活環境の整備や産業なりわいの再生支援を進めます。福岛核一厂因为发生核灾，废除工程速度真慢，时间真长。伫经过11年，即马已经甲5号甲6号机组的核燃料棒摕出来，也毋过出代志的1号、3号甲4号机组，程度的正电一直拢无顺。1号机组一款程度真侪放射性的物质，才有法度入去。即马伫咧大新厝顶，希望2027年开始清除。まず1号機で申し上げれば、格納容器の内部調査ということが先月2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これによってですね、格納容器の中のデブリであったり、堆積物の状況がどういう状況にあるかといったことが把握でき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ます。不过2号机组内面因为放射量真悬，东京电力公司计划用2个变台送机器人入去处理燃料棒。其中一个变台已经好啊，按算2024年春天开始拆燃料棒。另外，过去发生核废水流透落去地下的问题，虽然有去冻土墙，不过自2021年开始，也敢若有样，和核废水的问题佫传出危机。
虽然东电已经计划伫咧2023年春天，甲核废水泡河部放流的大海去，不过附近的国家甲部分法岛的居民依然反对，也个有待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审核。公司新闻陈思东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30度，中部地区15度到29度，南部地区15度到30度，中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3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